来继续来到新北市的淡水一个工地发生着烧拍的事件。一个钢铁班的头家因为吊料的问题，甲配电班的起冲突，结果互拍甲头壳出血，已经昏迷3天，也未精神。伊的太太出面来指控，讲当时应该有超过5个人甲伊翁婿围起来拍，但是工地主任疑似想要暗砍事件。 所以，伫个代志发生将近1点钟后才来报警，牵着翁婿送病院的时间。即摆已经有2个工人承认弹手，互伊送路。倒伫病床顶，身躯拢插汞，姓陈的铁夹板的头家脑出血，佮伤着大脑的语言区，会安尼讲是互工地人拍的。因太太出面指控讲，工地主任敢若有暗砍烧拍事件，延误送医。 我都吃不好，睡不好，工作也要帮他扛起来，我已经快要撑不住了。伤害的地方全部都在头部，头发已经拿掉一半了。觉得那些人应该是想至于我老公死。 代志发生伫新北市淡海新市镇这个工地20中昼，姓陈的铁夹板的头家因为吊料的问题，甲配电班的人员起冲突，互人拍头壳受重伤，过3天人也未精神。这2个依照杀人未遂函送，因某讲动手的毋那2个。吊车的钱是由我们钢筋来出资的，那如果他要吊料的话，他要配合我们。 拨打的部分，目前我所知的大概有5、6个，听说还有2台车有进去，绕人来，然后去工地里面再殴打。代志发生后，约1点钟，相对才得到消息，工地主任敢若有延误报案，人超过1点钟才被送去病院。怎么会那么慢？我们有问过他，他说他害怕，不敢叫，那就很过分。我已经不想要他们道歉，我只是要有一个真相跟公道。 动手的2个配电班的工人已经和警方函送，不过因讲是受伤人先动手的。一个敲电话问工地主任1个前无接通，真相到底是啥物？只能等待这个铁夹板的头家精神了，才会当进一步了解。是讲家属即马只望讲会当给予一个健康的翁婿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